前一阵啊落大雨，除了造成咱投资者看到的火车设备故障，伫咧台南迄边固定古迹虎声声门的南门段旧城壁，也搁有三山国王庙，拢因为这大水雨害去。南门段这旧城壁是放30公尺长，市府会勘了后是决定讲会分3阶段抢修。可以带到150。对。 主任实际提出出来牛，甲大家讲围墙到底放偌深。台南路中瓦树那街这边的围墙啊，有大约80公尺长，是固定古迹。虎声声门南门段的旧城壁，今年5月才拄办建成300年的纪念活动。不过，找6号风雄雄发现，这道旧城壁乃变崎岖，有30多公尺放弃，赶紧通报市府。现场也先救封锁线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连日的豪雨，那导致说它这个有一点小小裂缝，但是因为雨水一直往下去做冲刷，所以会造成这次的这个状况。市府表示，35年前有经修过一摆，车甲专家学者会勘了后，决定会分3阶段来抢修。按算后礼拜会来进行加强固定的作业，要安怎恢复古迹的原貌，也可以会当应付极端气候的挑战，因也个个来研究。有一些必要的加固或者是防护的措施啦，因为在文资法里面就有规定，是说必要的结构补强是可以做采用的。赶快受到极端气候挑战的固定古迹，也有台南的33国王庙。有将近300年历史的33国王庙，在2023年完成修复。这过无2年时间，这摆风台甲大水雨，所予庙里变安尼，涂骹淹水，厝顶漏水。庙方讲古迹修复限制一堆，较早厝顶有做天高倒排水，修复了后无倒就淹水啊。尾仔来无倒起哩，你看落雨，风台啥物货，规间拢水。我们要求中央在针对这个文字审查的制度上，应该要再纳入一些天气气候的因素，排水系统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，不应该把它减项掉。议员表示，文化部坚持要将古迹恢复原貌，修复工程无设置排水系统，这款做法若无合理，颠倒造成古迹受损，望相关单位要赶紧来改善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如、柯超雄台南采访报道。